省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7篇，也是箴言23篇。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嘴若讲正直，毋通虚冒歹人，将来一定有仰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叹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咱三甲下头来祈祷。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赐福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留伊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既然喙伫圣灵，心内相信耶稣是救主，阮就要得到拯救，也互阮会当称作你的囝儿，随时甲阮同在，帮赞来照顾阮。阮也要感谢你，保守台湾这所有的执政者甲人民有聪明智慧，伫即次的肺炎疫情。无致到严重的损害。主啊，今仔日是文艺传道奉献主日，你教示阮，互阮万民成做我的学生，出去传福音，是阮一生基督徒的使命。主啊，你早前你透过侪的作者、圣灵启示因。将你宝贵的话、圣经留互阮，互阮会当来读、听你的话，照你的旨意来行。伫1885年，你也差遣巴克勒牧师来创办今仔日的教会公报，会当将教界、将福音的信息用文字来传播，也互阮这世代的基督徒将这个福音。甲社会会当做连结，互阮的眼光搁较开阔。求主看顾教会公报的经营，无论是文字福音的事工、经费上，求主亲自来保守，无致到欠缺。愿主你的话透过彭牧师搁一摆来激励阮，开阮心灵的目睭，看见人的需要。就是阮要出去做见证福音的所在。愿主你的阳光临到阮这个礼拜，阮也要将诗歌学乐来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看上帝的话，记载伫传道书12章。第99、14节，和合本是804页，汉语本是736页。现着我来读。搁因为传道者有智慧，
伊游园甲是阮百姓财物，也静静想查考，搁要照处事排列做箴言。传道者专心找通欢喜的话，是照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的人的话，亲像刺；会长的话，亲像钉条的钉，拢是对一个牧者所示的。我的囝，还有一层，你着受劝戒。拄册济，无穷尽；读册济，身躯会亚先。这些事拢已经听了，结尾就是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就是人交庇的本分，因为见所做的，甲一切稳捌的事，无论是好是歹，上帝拢要审判。愿主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赞美，请圣歌队给怀疑的你。
正道，那请彭南亭牧师伊今仔正道的题目是用正德传写主所欢喜的诚实话。弟兄姊妹平安，真感谢主，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咱桃园教会，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但伫这个世代，特别咱看见伫2020年，咱坐伫这个所在咧敬拜上帝，咱的交托是何等的一个福分。侪人感受袂到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阵要来停止。侪人嘛无法度看见到迄款的一个愿望，总是咱相信主要甲咱三甲地地，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谈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看见伫黑暗中有侪人奉着你的名伫遐咧点起的灯火。主，阮知你已经将即个最大福分赏赐互阮遮个。奉你的名所组织的兄弟姊妹，也愿你的圣神继续引带带领，互阮会当用着信仰前辈因所用血甲汗正做目接所写落来圣经的记载，做阮的帮衬，也做阮伫黑暗中点灯的迄个火。互阮会当引带较侪人来到你面头前，做伙享受着主大大的恩典。愿即个时阵圣神撑过阮逐人，帮助阮，互阮徛起，互阮认捌侪，也用这正做是阮生命中所咧招逼、追求，也要安尼来行的。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但今仔日我要用传道书的最后一段来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看见着伫即个无奈世代中间到底这是虾米是咱应该要来持守的，也要透过即个咱搁一遍来看见着讲文字事工伊的一个重要性。我相信伫2020年原本的侪人应该是这个时间拄啊过了吼，侪人咧期待着伫东京所举办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当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必须要延期的时阵，咱其实嘛会当来想起着讲，伫奥林匹克运动会内面有侪一个比赛，其中一项呢，就是对1896年开始的这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一直拢有举办，而且咧拢是刻伫上尾一项的项目的一个比赛，这就是马拉松的一个招标。对1896年开始，伫希腊雅典城所举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后一项，当讲带来人上安尼感受着讲要伫遐大跳跳的，就是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是咧，就是这个马拉松的一个招标。这个马拉松的招标，每一位选手伊需要走42公里，搁195公尺。是安怎要有这个马拉松招标这个项目的一个比赛咧？其实就是雅典人伊咧纪念着伫主前490年的一场战争。迄场的战争是波斯人参希腊人的一场战争。这个波斯人就是咱今仔日所看。伊朗这个所在，伫迄个场战争中间，希腊人是用雅典人做主体。伫迄场战争内面呢，因为波斯的人因呢想要来统治全世界，但是雅典的人民因为一直坚守，就是讲人爱有一个民主的一个社会。咱来看卖，伫迄个时阵因就来强调讲爱过民主的一个社会。无拍算呢，原本呢。真强大的一个军队，就是波斯人的军队。因想讲，因一定会来战胜。但是呢，这个希腊雅典的一个军队呢，因伫马拉松迄个所在，伫遐呢真勇敢来对敌，然后得到这场的一个战争的一个胜利。所以呢，
伫迄个时阵因拍赢即场战争了后，就爱赶紧爱有人转去到伫雅典城内面去甲因讲即个好消息。其中就是即个菲利彼得斯吼，即个真勇敢的一个战士，伊叫做菲利彼得斯。伊就来用伊人生最后一个困难，走42公里，搁195公尺，转去到雅典城，要甲因报即个大好的消息。然后即咱想看觅咧，伫迄个2000多年前，无所谓的网络直播，嘛无电话当联络。嘛无即个 iPhone 11会当使用，因所要传达信息，就是干那会当靠人，然后咧两支骹不断安尼真出伫遐咧走。所以即个菲利彼得斯呢，伊伫遐咧走到雅典城门口的时阵，看见伫迄个时阵有即个雅典城侪人民伫遐咧等待，是安那因要伫遐等待？因为若照着史学家伊咧讲，当即场战争咧。波斯人咧发动的时阵，因嘛派真侪一个间谍到伫雅典城内面，伫遐咧做真侪，才会讲真侪威胁、恐吓的话，造成人的心一个困惑甲不安。所以当因看见着即个菲利彼得斯的时阵，菲利彼得斯伊来讲一句话，就来断气，就来死去。伊讲啥物？伊讲咱胜利咯！哇，即句咱胜利咯！讲的时阵，人民伫遐咧。大声感受到迄款的一个快乐，互咱想起来讲，即个菲利彼得斯伊讲即句咱胜利，伊是用一个真诚实来讲起的一个话，来的确会当改变着历史。所以，互咱看去，其实伫咧历史中间，有真侪时阵，拢是人必须要用正直来讲、来写，互即个主参人所欢喜即款的一个诚实话，会当改变着历史。咱看去。2020年，全世界拢因为即个武汉肺炎伫遐人心伫遐摇摇喘侪人拢受到即个大一个影响的时阵，咱来想起着一个人，就是伫2019年12月31的时阵，伫中国武汉迄个所在有一位基督徒的一个医生，伊叫做李文亮。李文亮医师呢，伊看见着侪报告的时阵，发现有一样代志真毋对。就是讲，遮即个病人咧，特别是对即个食了海鲜了后时阵，拢来就医，伊甲伊发现讲，遮个人的一个症状，乃会参2003年迄个 SARS 咧流行的时阵真共款。所以即个李文亮医生咧，伊就感受着讲，这需要紧甲当局来讲即项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去，讲即个李文亮医师，伊被人称作是一个。分 BBI 的人是一个吹哨者，那毋是因为伊伫遐用正直来讲出着即款诚实的一个话，咱毋知讲今仔日咱无事先做较好的预防的时阵，反正咱台湾嘛受到即个武汉肺炎真大的一个威胁甲攻击。不过，互咱看见着，当即个基督徒医生李文亮伊伫遐咧用讲出着诚实话的时阵，煞去互中国的当局，该认为讲伊是一个造谣者。拢伫遐咧讲白贼，讲毋对代志，但是呢，经过咱这几个月来看的时阵，伊的确是一个吹哨者，这嘛是搁一遍互咱相信，讲咱伫人生，咱要用正直来讲、来传、来写迄个诚实的一个话。咱甲想看觅，伫迄个通讯设备无发达的时阵，菲利彼得斯伊需要开真大的心血，甚至牺牲个人的一个性命。互侪人会得到一个大好的一个消息，这通讲伊是一个使者，伊咧报大好的一个消息。那是安尼，咱看，咱即个时代相对方便，真方便啦。咱会当用真侪即科技的一个工具呢，真紧的来传达侪一个消息。不过，咱来想一个问题，讲水会当帮助船来进行，但是水往往嘛将即个船嘛甲伊冰掉。咱看即个图。这是伫美国甲加拿大的一个边境，遐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水墙，咱甲伊称作是 Niagara Falls， 讲吼尼加拉大瀑布。这个大水墙呢，有侪人爱坐这个船吼，搁较会当搁较挖近这个水墙遐来看见着讲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一个奇妙。不过呢，咱看这个船伫顶面，咱着搁一遍想起着讲，真正水有迄个力量帮助船来进前。但是水呢，
嘛有一个力量会将这个船甲伊冰掉。但是安尼来讲，咱就想起着讲，现代科技真方便，咱当真紧就得到侪消息。但是如果这个咧传播消息的人，伊无用一个正直的心来传播这个消息的时阵，就是互咱看去叫做现代拢咧讲叫做假消息啦。这个假消息嘛，互咱爱真深深来反省，是毋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逐日拢咧犯着10条诫命其中一条，叫做啥物？就是咧做假见证。安怎讲咱咧做假见证呢？咱甲想看卖吼。咱每一个人拢有使用这手机啊嘛即摆逐工个在你一个天光一个目睭啊天球的时阵，就可能就安尼来足侪互你个结果这个来拢变做是啥？来拢退后来，拢咧讲是白贼的代志。然后咱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咱嘛家己无去做一个查证，就赶紧讲这足惊讲阮囝毋知，足惊阮4大人毋知，足惊啥物人毋知，所以大家就拼性命一直咧传，传了结果大家拢中毒。所以咱看卖咧，伫咱国内嘛共款，当即个武汉肺炎开始伫遐咧流传的时阵，有足侪无正确的一个消息，造成讲咱的一个惊吓。包括着讲明明咱即马社区是安全的，但是嘛有足侪人就是讲。倒一间病院佫有病例倒一间病院佫有病例这拢需要咱来好好有智慧来做一个判断。这种有智慧的一个判断，嘛来互咱想起着讲，咱来想看卖咧。那照圣经的一个记载全世界第一个假消息是啥物时阵被人发布出来？是啥物人发布的？咱来看创世纪的时阵，咱来看个，讲迄尾毒蛇迄个毒蛇安怎？对妇人讲啥物话？毒蛇对妇人讲啥？讲恁食的日恁的目睭就会开，恁要亲像上帝来分别好歹。这真做是一个第一个上严重的假消息。当这个假消息一个传出去了的时阵，夏娃就去做一个动作，讲无要紧，这互人抓讲这无要紧，结果造成人甲上帝之间的一个隔离，人从此离开爱甸农园。咱嘛看见就讲，迄个关系一个迫害，关系迫害，就表示讲人无法度搁伫即种一款情境内面来享受主的一个稳定。现代有一位真大家拢真感觉掠做真了不起一个投资的一个专家，伊叫做巴菲特。巴菲特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咱咧用人，即个人爱有聪明，爱有才华，甲正直。但是若无正直，头前2项拢是无意义的啦。所以，互咱来想起着讲，咱着爱用正直来过咱的日子。今仔日圣经传道书的作者，伊来点出着讲，人生百般一个无奈，人真无奈。人生亲像是梦，人生亲像是戏，人生是空虚的一个空虚。伊伫传道书中间的，伊写出着迄款的一个事实。今仔日咱有真无奈无？咱原本咱有真侪计划，咱想要做真侪代志，总是咧一个武汉肺炎一个来的时阵，将咱做一个计划拢甲伊拍掉去互咱搁一遍感受讲，有影真无奈咱遐尼空虚。不过咱若看见着传道书的作者，伊到伫落尾的时阵，咧甲咱讲，当咱看见着即款空虚混沌的一个世代中间，咱要做是啥？咱要做真简单，咱要做只要是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就是人交备的本分。因为人不管你是做好做歹，一切稳捌的代志，到伫落尾，上帝拢要来有审判。所以今仔日，我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讲，咱若透过着传道书的一个作者，伊伫咧最后的时阵对咱一个提醒，咱家分做3个部分来看的时阵，咱嘛想起着讲，爱透过着这个文字帮助咱会当行正直的一个道路。第一个部分，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咱来看见着今仔日这段圣经节有咧讲着讲，传道者有智慧，有缘教示百姓财物。传道者真有智慧，这个传道者侪圣经学者拢一致公认，这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有智慧无？所罗门王非常有智慧。
但是伫遮咱爱分别一项，智慧甲智商是无共款的。伫咱人的头壳内面有一个有法度用数字甲伊测出来，安尼吼叫做是智商。即嘛嘛侪遮的政治人物哦，常常拢爱吼乒乓家己智商到底有偌悬。不过吼，伫咱头壳内面有一个数字无法度测出来，迄个叫做智商。人要追求的迄个叫做智慧。人要追求的是智慧，毋是智商。因为咱个想看觅咧，当政治人物伫遐咧乒乓讲伊智商偌悬的时阵，我甲大家吼报告一个数字：美国这50年来有迄个智商非常悬吼，那拢是甲科有关系呢吼。这个科比讲伊智商真悬，啊，美国有一个做总统吼，啊，我叫伊毋是姓柯啦，但是伊叫做克林顿。这个克林顿吼。被人公认是美国这50年来智商上悬的。不过咱看伊智商非常悬，但是伊吼白宫绯闻不断。啊，伫即个克林顿的前啊甲后啊，有一对爸仔囝，嘛是拢咧做美国的总统。哦，伫前啊叫做老布希，啊伫克林顿的后壁叫做小布希。哦，听讲这两个人的智商吼加起来拄啊甲克林顿平悬。哦，所以美国人吼常常拢咧滚笑。讲因个美国总统叫做布什、弗里什，讲哦，布什啊真戆安尼。但是咱较想看觅，咱徛伫2020年咧看美国总统，什么人是较正直，什么人是较诚实的时阵，往往大家对即对虽然智商吼无讲介悬的爸仔囝，大家掠做讲因真正直、真诚实。所以人生咱要追求是啥？人生咱要追求的是迄个智慧。今仔日咱拢诚做是有智慧的人，因为咱也相信圣经顶面对咱的教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一个根本。咱要追求迄款的一个智慧。文字的工作帮助咱来读圣经，咱来了解圣经。所以伫遮我要特别介绍这个巴克利牧师，真拄啊好。巴克利牧师伊伫1885年开始来办这个，迄个时阵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即马咱所看即个台湾教会公报，迄年咧，咱嘛看见讲咱桃园教会嘛奉主的名来设立，拄啊好拢是共迄一年所发生的一个代志。今仔日咱下面有前中的杜牧师吼，中英中学嘛是伫1885年所设立的。当即个巴克利牧师伊来办即个报纸的时阵，伊就感受着讲要安怎，互每一个人会当家己透过着对圣经的一个认捌，所以会当明白上帝旨意。所以咱看伊伫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伊一个发刊书顶面有咧讲着，讲家己读圣经会受圣神的一个感动。但是迄个时阵侪人无法度来认捌汉字，所以伊就用即个白话字来印册。所以咱会当看着咱遮信仰前辈。伊拢足个凭即个白话字，看即个白话字，就当认捌着圣经顶面的一个教示。所以，互咱看见着讲，伊安尼印真侪册，互咱大家拢会看会捌。嘛，而且咧，望讲大家爱学白话字吼，毋通看见即款的一个白话字。所以第一个部分，互咱看见，讲巴克利牧师，也是讲遮个传教者，因所留落侪长老教会宝贵的一个资产。就是互信徒会当透过着圣经，咱真理性的对话。今仔日咱圣经内面嘛有提到讲，智慧的人的话，拢是对一个牧者所述。因为对上帝所述，咱透过无共款时代圣经作者因所写落来的言语，帮助咱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出着上主的一个伟大，以及人的一个有限性。今仔日第二个部分，我嘛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咱做伙来分享，做伙来看。讲传道书的作者，伊遐尼聪明有智慧的人，但是呢，伊有缘是伫遐静静想，佮查考，佮照处事排列，侪箴言。当这安尼咧写的时阵，我想要用路加福音书的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佮一遍互咱看见着传道书的作者，伊安尼咧写，是要真望互每一个人，通好胆来相信。因所写落来所表明的，即摆咱看见着伫新约时代，路加福音书的作者，伊嘛是共款安尼表明。因为我要请教咱所有兄弟姊妹吼，咱一个问题啦吼，伫2000年前，
耶稣基督被人钉十字架的时阵，你伫在场，你有看见的，望你举手者敢好？你若举手的时阵讲，这个人就是白贼。但是咱无一个人看见到耶稣基督伫迄个时阵所发生的代志。是安那2000年了，咱加好大坐伫即个所在，咱相信伊的过活。感谢主，透过着遮个历代遮个信仰的前辈因所写来，特别的因所写来，要互咱通相信，即个通信的时阵，因讲因是照着查考，佮静静心，是有详细查考的。所以当咱来看《路加福音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内面有一个字眼。伊讲这是详细考察。什么是详细考察？路加是一个医生啊，所以伊用这个言语，这个原文详细考察的意思是讲一个法医咧验尸体，讲阮是用迄种法医验尸体一个精神咧，甲你咧写来，互咱大家每一个人通好大信，讲这个所信的确是真，而且呢，佫有一个重点。咱看这《路加福音书》的这个作者，伊咧讲这写有啥物人看？写有提阿非罗啦。提阿非罗的确有这个人，不过呢，伫原文中间，提阿非罗是啥物意思？提阿非罗的意思就是咧讲上帝所掠做是宝贝，尊主最大，安尼拢叫做是提阿非罗。今仔日咱坐伫遮，感谢主，咱拢是提阿非罗，咱拢相信透过着遮作者因所写来，因照次序排的侪箴言，通互咱搁一遍相信讲什么是咱的确通信、的确通行的。最后一个部分，我嘛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讲伫遮咱看见着传道书的作者，伊咧讲着，伊讲就是爱将遮个呢，爱用正直通写来一个诚实话。的确用正直所写来是诚实话，是要叫咱这听主的人会当得到利益。总是有当时用正直所写来的诚实话，无的确一开始就得到最人的一个欢喜，因为有当时我真刺激，需要对人做一款的一个改变甲提醒。而且我要用这个标语来做一个例，这个标语呢是叫做 Keep calm and carry on。伊中文的意思就是讲爱保持冷静，持续向前。这个标语的一个出现，是伫第2次世界大战当德国人的飞机逐工到伫英国，特别是因的首都伦敦的所在，伫遐咧轰炸，炸甲密密麻麻。英国人想讲，这场战争咱莫战争啦，咱宁可咱就是保持中立啦。因为英国人真可惜，讲因有一个英吉利海峡。这德国人攻袂过来，咱就莫甲战争就好啊。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参因的风格在咧想一个问题，讲这是一个遮要紧有关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战争，咱要来唤起着咱的百姓会当勇敢来向前所以呢，因就想起着讲，咱来用最的标语用最一个话语对因来鼓励其中有一个叫做 Keep calm and carry on。咱的百姓，咱的人民会当保持冷静，持续向前。另外，咱敢知影？这个标语是一个偌尼有信仰的一个话语呢？因为如果咱来看出埃及记14章14节，咱会当看到迄个时阵的一个情景。当摩西要引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头前呢红海过袂去后壁法老王的追兵一直来，哇！当毋知要安怎办的时阵，以色列百姓伫遐安尼摇摇喘，摩西对因讲：恁恬静无出声，为着恁征战的是耶和华上帝，是耶和华上帝咧为着咱征战，咱只要恬静无出声，咱专心倚靠的确要赢得到一场的一个胜利所以当英国人因嘛咧感受到迄款真大真武情的一个攻击的时阵，因来用 Keep calm and carry on。当咱伫即个2020年。咱嘛受到这个病毒武装的攻击的时阵，咱嘛搁一遍爱想起着讲要安怎来看起着一个愿望。当咱家己有愿望的时阵，咱嘛要诚做是伫个黑暗中迄个夜灯的一个人，
帮赞侪人，因为我看见着愿望，所以这个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对咱搁一边的一个提醒，啊，这是用正直所写来一个成实话，咱来保持冷静，来持续向前。真愿望传道书的作者，伊咧伫迄款讲出着空虚的中间，啊，咱要互上帝真实、永远无改变的话语，随时安慰着咱，啊，对咱有所帮助。嘛，愿望即个文字的工作，啊，的确得到侪人的一个支持甲关心。啊，伫即个咱周报内面有业一个阮所带来即个请安函吼，啊，请安函中间有足侪啊，即马目前教会公报社所做即个事工。啊，即个事工咱会当用即手机啊吼，甲 QR code 甲扫落去吼，就当看到内底即个事工吼。啊，其中嘛一个真要紧就是讲，因为咱知即个啊武汉肺炎一个疫情，啊，所以咱常常吼，即个礼拜人数减少，啊，阮嘛用一个吼，来当伫网络顶面来当做奉献的吼。最近侪人拢咧流行一句话讲吼，报复性的消费，讲吼，咱做基督徒，咱莫报复性消费。咱吼爱报答性的奉献，吼稳定爱家吼，搁一边安尼家奉献出来。啊，所以啊，你若讲家QR code试看嘛，讲敢真正会当奉献？啊，若奉献若扫了会成功的时阵吼，则麻烦咱大家吼啊出力来关心吼，为着即个文字事工会当持续来进行，啊，继续为着阮来关心，啊，为着阮来奉献。啊嘛，伫遮搁一遍代表着公报社向咱堂教会。牧师中及咱所有兄弟姊妹，多谢恁的关心，啊，你对阮的一个帮助，啊，阮拢记伫心，啊，阮会当用即个继续，吼，即个文字事工发展更较好。啊，伫咱祈祷了后，我有一段差不多2分钟的一个影片，要请大家来做伙来看，啊，再互咱看见着讲，阮的记者为着要将一个消息要正确的报道，啊，因常常吼，啊，着安尼吼吹风拍日，啊，才我都将这个新闻做出来。啊嘛，透过这来继续来关心阮的一个事工，咱做来祈祷。主，阮要大大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相信，阮的人生的确是透过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热坎，啊，将阮赎回。阮是遐尼宝贝的身份，主，阮要伫你的面头前，搁一遍大声来讲。感谢你，通互阮称作是你宝贝的儿女。除到这个时阵也恳求你，互阮无懒散使用阮这个身份，互阮这个身份的确是为着会当荣光主你的名，通甲侪人做伙来分享。愿你透过阮参与伫你的事工中间，确定你的国度。愿你国度确定的时阵，就是要互侪人做伙，的确心心灵拢得到帮助，的确要孝念着主耶稣基督为阮牺牲的精神。主恳求你帮助堂教会继续向前，搁向前。是即个地区中间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要找。引带侪人来到你面前，也恳求你帮助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的确，互你来使用。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煞接咱要来奉献，咱也将即个感动成做行动，来为教会公报社来奉献。请素颜执事甲建议执事来书献。望靠你圣地，也探白白上问题，虽然我有情，愿你甘愿所愿。希望到你身边，也当白白想念，当天我你甘愿所会众请起立念奉献的诗。咱续接来吟圣诗第186首。会众请起立。我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而报告大声，咱做伙来读金句。我读一遍，煞接做伙来读2遍。因为见所做的，甲一切稳捌的事，无论是好是歹，上帝拢要审判。传道书12章14节，请。因为见所做的，甲一切稳捌的事，无论是好是歹，上帝拢要审判。传道书12章14节。因为见所做的，甲一切稳捌的事，无论是好是歹，上帝拢要审判。传道书12章14节。咱煞接来看第一面，这礼拜后礼拜这个事项，咱请家己来看。第2页周间的聚会，也是小组聚会，咱有哪来家己看第3页是咱小组代祷教会小组代祷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这个第4页奉献的明细，若较好有失误，请咱甲中级来接洽。继续来看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文艺时间奉献主日，欢迎彭南亭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前来本会请安报告甲证道。咱知今仔日咱的教会公报社。逐时的进步，透过多角化经营来服务台湾的人民，提供免费的台湾教会公报、更新的周刊、新眼光读经手册等，所以需要真侪的经费，需要各位兄弟的支持甲代祷。这是咱要做就任式，请陈世元主事单数言执事。得胜者的会长，牧师来主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照咱今日文中所讲的，上帝毋若是会用稳捌的方式来呼召竞选耶路伯来做牧师，又会通过教会选举的方式来竞选。耶路伯一个教会内底来做事工，所以这点若是受竞选、受呼召的人，爱看重这个职分；咱边的人嘛相反爱尊重主上帝伊的竞选。所以这点也请咱用相款敬畏的心来进行这个就任式。当一只我要甲单数言执事来直接问答，因为伊将来要来成做得胜者团契的这个。会长，单数言执事，你要领受得胜者会长的职务，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对你的召命也无？有。你要领受这个职，你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你有要安尼做也无？请咱兄弟姊妹三甲起立，这是牧师要来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单数言执事，成做得胜者会长安尼的职务。你着警示你本身的行为，甲你的所做。常常关心上帝交托予你的这个职，来尽力做主的工，将一切荣光归乎上帝。阿门。兄弟，请坐。咱来为着所言执事，伊受竞选成做得胜者会长这件代志，咱做来感谢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透过教会选举的办法。你来竞选单数言执事，成做得胜者团契的会长。这个职是要予伊引带这团员
进入到伫学校内底来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经内底所记载所有才会对上帝的启示。虽然即马传福音会面对真侪困难甲挑战，特别进入到伫校园内底，袂当讲任何有关宗教或者的话语，也是讲字眼，总是主上帝恳求你使用因，通过因即个的款式，因的行大言行举止，互因囝仔今日去到入校园，遮个学生老师就对因的身躯顶来看起耶稣基督的款式。愿主上帝，你的福分继续临到伫陈素媛执事伊的身躯顶，也愿因的这校园的宣教，而且事工，拢有主上帝的恩典，甲因三个地地。主愿安尼向你感谢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请素媛执事向后转，咱拍谱啊，来欢迎伊，感谢伊。好，咱的就任就到这，咱感谢素媛执事。后主任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任，欢迎杨忠明牧师要来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姐则为这事工代祷甲奉献。中昼12点，伫7孔的教室要召开传道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参会。中昼12点，伫7孔2教室召开财务部会，请部员出席参会。小会消息，这个2020年10月7日临时会会中级候选名单，咱请家己来看。第二，2020年团契会长的改选、监选长老，请会长确认这个日期了后，甲监选的长老来联络。年度在9月底以前完成改选。夫妇团契是陈维明，妇女团契是王浩杰，敬拜团是王浩杰。咱继续看肢体消息。本会林嘉文姊妹，也是林吉春、黄月珍夫妇的查某囝，甲林志泽兄弟定伫9月19拜六上午10点举行订婚感恩礼拜，敬邀参加观礼甲献上祝福。教会消息：2020汤教会野外礼拜，日期是10月18。7点半，伫东门国小的门口遐集合出发。7点半伫遐集合出发。地点是伫圣经学院，宝山第2水库北埔老街。这个请咱遮透过各区，也是甲办公室来报名，一人是200块。第二，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咱伫到这个9月27中昼12点来截止，请遮要申请的人，会当按照这个申请办法。第三，夫妇团契讲座，中老的年人要预防保健，预防中老人的预防保健，要请咱本会姚文斌医师，时间是伫9月20。礼拜结束了，伫705教室欢迎兄姐来参加。第四，本会信用卡奉献咱细节咱家己来看。教界消息：中山教会现场的感恩礼拜，特别邀请咱母会、汤教会甲圣歌队，请会友会当踊跃来参与。这个上帝恩典，时间是10月25下晡3点。这个中山教会是国姓5街8號7樓。咱这个若要报，确定要参加的人，后壁4樓遐有一個报名單到10月11以前来截止伊遐可能會準備一寡禮物第二，新竹中會婦女部舉辦溪頭2日的佚佗2日遊，
时间是9月15、16，就是即个拜二，后尾拜2、拜3吼。9月15透早5点45伫教会集合，6点出发。请家己要带的物件，咱家己来看。第3、2020年中央敬老感恩礼拜是10月2日上午10点，伫台中的墩仔骹东达的餐厅，一个人400块。若要参到9月2日截止，请向即个蔡少年姊妹甲杨中华执事来报名登记，而且来缴费用。以上，咱煞接请即个牧师来介绍台道。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头有看到周报第5页，即个具体消息的部分。嘉文甲志拓兄弟的即个订婚感恩礼拜，是后摆拜六，要来用结婚相当是结婚礼拜的程序来进行啦吼。因为有分查甫场甲查某场，所以咱就把即个查某场的即个部分。就用相当咱小是结婚礼拜安尼程序来进行，毋嘛咱当用安尼的心情甲态度做伙来参与，直接互因祝福。直接牧师嘛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叶耀明兄弟，叶耀明兄弟，是后壁咱拍鼓大家欢迎，欢迎你。今仔日嘛是咱文理的即个曙光奉献主日。咱邀请到彭南丁牧师，会当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前来即个请安报告甲分享，咱直接用咱的普声表达咱的感谢甲欢迎。嘛，咱继续通过咱的代祷甲奉献来支持即个文理的宣教事工。一只上时嘛有一位咱的信仰的长辈到因助牧师。来到咱的中间，咱嘛直接用炮声甲欢迎。相时杜牧师要用一寡小可的时间要来分享，要来介绍伊最近新发表的新册，叫做《历史上的主耶稣》。历史上的主耶稣，咱直接用一寡时间咱交互即个杜牧师来甲咱分享甲报告。感谢上帝，互小弟今日有时间来甲大家参加敬拜上帝，特别听到彭社长咧讲这文字传道，对巴克利牧师开始，我会当讲是巴克利牧师的传人之一啦，是安怎讲？他都有甲咱迄个吴长老讲，我高中读台南中英中学。这是巴克利做教师会的主席的时阵，1885创立的。广播社嘛是1885创立的。我读新阿姨是台南新阿姨，嘛是巴克利博士创立的。我新阿姨毕业伫广播社服务3年，有坐到巴克利博士的椅仔，这是伊传言的。这条椅仔唔知还有伫无？因为迄阵是广播社伫新阿姨的内面，迄是旧的广播社，是巴克利所建设的，叫做集珍堂，是讲迄个广播社，然后我去中央中学服务，就是我的母校，这嘛是巴克利所创设的，我伫台南东门教会礼拜。这嘛是巴克利因夫妇所创设的，一世人拢甲伊无离开啦，巴克利牧师是翻译圣经，标一个圣经互阮读。我是做啥？将圣经内面真重要历史图片见证，报咱大家知影，最近我有出版一本书，叫做《历史上的主耶稣》。这本书用1500几张的彩色图片介绍。一些的历史，特别是耶稣基督传道理所经过的所在。这本书介绍我用台湾文学馆的馆长郑邦定教授所写的书评，甲大家分享。伊讲要捌上帝，
文学馆有几啊万本册，无一本册像这本安尼的介绍。捌上帝爱有3项：第一，爱知影圣经是上帝的话，爱读圣经。圣经有当时读无啥清楚，爱听牧师讲道，开帖上帝的话的真理。第二，爱知影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有临到世间，什么时阵临到世间？伫历史上有记载无？有无？我看咱的手报写2200年吼，这就是咧讲纪念耶稣基督出世的年啦。伫人类历史用耶稣基督出世的年做纪元年，咱讲主前主后，一般人讲公元前公元后，所以耶稣毋但有出世伫历史上，佫真侪人类历史的中心人物，吼，全世界拢用公元，爱讲主前主后这年，吼。过来第3点，耶稣基督然后出现伫历史上，到底来什么所在降生？传道理有证据无？咱读圣经有证据无？有，伫什么所在？白沙因乌字啊，敢毋是安尼？耶稣传道理的时阵，吼，伫约旦河受惊死约翰惊死的，有2个学生对耶稣问耶稣讲：“主啊，你带对？”耶稣无甲伊讲，带拿撒勒，带耶路撒冷，还是伯利恒？伊讲：“你来看。”因看见耶稣所住的所在，就相信，就对耶稣做伊的学生。耶稣所住的所在，生做甚物款？我毋知咱有看过无？耶稣讲：“恁来看，咱有去看无？”我想咱5点都有去看，看了就相信。耶稣佫一个学生叫腓力，伊甲伊的朋友拿单业伫迦纳安尼讲：“我已经拄到弥赛亚，就是拿撒勒耶稣。”拿单业安怎印尼讲？拿撒勒是一个小所在，哪会出什物牛人呢？伊讲：“我带你来看。”等于看见耶稣的时阵，耶稣甲拿单业讲：“你伫无花果树的树骹做工的时阵，我著看你。你是真实纯洁的以色列人。”哦，咱当业足奇怪，我无看到你，你有看到我，你佫捌我，所以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以色列君王。今仔日，咱看见耶稣咧讲道理，毋是讲真深的神学。伊伫山上保训讲：“恁看山里的百合花，恁看天顶的飞鸟，恁是地上的光，地上的盐。”这拢是有看见的物件。对看见来捌上帝，对看见来捌真理。今仔日这本册就是要对伫图片来见证耶稣基督伫世间所经过所在。当你看见这个，你会知影，这本册就是亲像一门通会当看见圣经内面所讲的历史的见证甲事实。这就是这文学馆的馆长所讲。现在也做实光大学的教授，伊家己买1本，佮买3本，一本送伊的一个查某囝伫美国咧生活，2本送伊最近2个学生要去美国留学，甲伊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你要去遐读册，爱捌美国建国的精神。因为独立宣言安尼讲。上帝创造人类，互人类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你若毋捌上帝，毋捌上帝嘅耶稣基督，去遐读，干那吸收科技的知识技术无路用，因为美国的价值就是信仰甲生活，毋是科技。我的母校中英中学校长苏振安，伊看到这本了后。伊阁买4本送伊4个囝，因为讲这本是信仰的传家宝。太平间教会一个长老，伊去以色列回来，看见这本册，阁买5本，送伊的律师的朋友甲法官。伊讲到法院去相争，去辩论，
若无证据，遐拢无效。证据伫倒爱摕出来，无证据落后变拢无效。所以伊是基甸会会员，伊除了送圣经互伊朋友以外，伊讲即本佫真要紧，爱补充。互因看圣经嘛看即本，来知影圣经有真正的见证，通诶来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毋是安尼。真侪人毋敢讲，历史家嘛毋敢讲耶稣有4个月。即本册互伊知影，耶稣毋但有4个月，佫有见证，伫什么所在受败状个月，伫什么所在上天，即本册拢有。即本册因为有人赞助，所以一本是2000块。那乌白已经超过2000块，彩色爱印4倍，爱4倍钱，总是依原照2000块，互大家来分享。恁若赞助2000块，就会得到这本册，毋是用买，用赞助的，毋望恁来看，会当得到真好的圣经常识，伫后壁，咱若无到时会当身体无要紧，交牧师就好，多谢大家。咱就一概用普写感谢大牧师一只的报告。今日我佫带一块，阮去埃及、约旦、甲以色列，这是我带台湾新南院书先去遐参观，考察的经过，所记录的影片，这个影片中间佫有一块是一个美国牧师，常常伫有 TV 咧讲道，做见证。伊带人去以色列30几遍，以色列旅游局特别为着伊来拍一支片，当中有介绍7位以色列所在，互大家分享。即块我送互牧师，毋望咱有时间的时阵，牧师会放互咱看，是家己做等于看，这 DVD 恁的电脑永远会当看，好，多谢。好，感谢。今仔日真正是上帝所安排不只是即个本牧师强调即个文理的即个事工宣教，一只大牧师嘛讲文理重要，毋过图片佫会当帮衬咱，毋望会后咱让一只来做伙支持安尼的宣教事工，感谢。咱做伙来上映第400首。会场请起立。即是我奉主耶稣基督名，通好胆咧讲，答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伊要互恁伫黑暗中永远看见着光芒的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悲怜悯，即时着借着圣神的引带带领，亲像是老爸，亲像是老母。牵细囝的手，要行伫正直的道路，到伫永世大无尽。阿免。
祝歌。电乐密导。咱煞只举行平安礼，请会众起立，对你头前后壁，互相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